想看古井情深。不知疼也无感觉，静静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话，心痛一摆一摆惊。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当安怎？无情人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你手哪比错？你是惊什么？我是惊讲我会变成鬼。你今是买什么菜？今仔我来煮了。哎呀，你先辛苦，写出来当个副食。咪啊，这段时间我会较无闲，恐惊以后袂当定定来看你。咪啊，你明仔载请假一天好无？咱做来去看老大。咪啊，你若无爱讲话。唔知是安怎，我若感觉伊等。会惊是一个好代志，这表示讲你心内吼，还阁真慎重，无轻视无量，安尼是真好。也毋过毋知安怎，我家己感觉讲无参像以前的魄力。
甲准备啊，食到我这个年纪吼，安尼手牵手来这个所在散步，真个偌幸福呢。讲有迄一天，一天。大个，你是安怎？你伫咧讲的话哦，拢一模一样。2、3年前我的家后锦绣，就是哦，甲你即句同款。伊牵我的手来这个所在，迄个时阵我有对伊讲过，真希望讲，阮2个人食老来会当来遮散步。伊嘛同款应我一句，敢有这一天？迄阵我还阁少岁，甲即句的准备同款，每日都过着迄款多工俭领的生活。伊随时都是为我来伫咧提心吊胆，替我来伫咧担心。人讲人生无常，应该爱早些是我，每日都是为我来烦恼，烦恼过头，毋知遮尔早来报命。我会保重我家己，等准伊快乐，赶快陪伊来遮散步。我来要求准伊啊，来接我菜市仔口的这个大位。也毋过吼，有到第一阻碍是爱请你问候。大个，你是讲乌龙？乌龙毋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伊伫菜市仔口有相当的这个实力。啊，我将伊先除掉，唔惊，连这个地盘都无去，甚至呢，连性命都危险。所以，我甲亲爷讲，你2个暂时哦，莫来见面，互伊专心去对付乌龙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安尼啦，多谢你。大个，唔通安尼啦。但你无用煞，一定要来找我。大，啊是要去倒？要找乌龙蛋。啊？是安怎？你会惊啥？我其实我嘛是。开酒。情自行到这，应该煞。我
歹势，我你等一下。怎么样？正常。我讲过，我的社会，我的负责，该收的啊，我拢收倒来。每一张拢是现热的票。伊早咱缀大的身躯边，做伙咧吃拼，用个讲以性命咧相挺，用个讲比亲兄弟还佫较亲，你讲对无？即摆时代无共，较早是靠刀靠棍头武伫咧讲义气，遐即摆是靠这。对，你讲安尼对。所以讲，咱菜市仔狗气质就是甲人无共款。咱重义气，讲感情，以路爽都爱有尊。谁若是到乌白来，唔尊重时代，我乌龙头一个就无放伊煞，就亲像你咧教室同了，一摆就乖乖。真的，咱好好合作，共同扶路爽大。啊！囡仔有手夹，到底毋知啥物人设计。即摆一寡仔底无爱，啊伊要练，我也歹势处理。到底呢？这嘛你替我查一下。当然，当然咯。刘哥，手紧好个，就要开始战争啦。刘哥，我有驾照嘛要改掉。改好，你有感觉？有批着无？机会来了，咱传这么久，经济也好哩，是港头的变体，菜市口变做超级市。下大，你头拄讲迄句什么讲？古早吼用刀咧拼义气，即摆吼用枪咧讲金钱吼，我看就亲像你安啦。毋过吼，我就袂晓讲嘅。唉，好大，你搁会骗我要甲乌龙啊谈判，互我咧夹一条嘅。好吧。下大，这真歹呢。差不多要大车票啦，啊，是要甲什么人车拼啦？乌龙。哈？大。嘛捌听讲哦，古井水会打去，也毋过好佳哉，即马有水就水通用。爸，嗯，安尼排水敢会出来？下你拜什么生啊？嘿，嗯。
感情这行到这应该煞。嘿啦，对，你紧转来啦！哎呦，你莫问我坐落，吼，好，再见哦。阿囝，啊？拢两个好势啊？系啊。啊，准备要转来？有啊。哦。对了，阿母咧？伫房间。有啊，你在创啥？趁这机会，顺顺。世间真是有种人，所长，啊是安怎？廖俊义大叔讲，后日因兜办家伙，廖俊义一定会转来。拜托咱哦，一定要先去因兜等伊。啥个啊？拜托咱一定要先去因兜等伊。所长，啊你无清楚甲讲，掠着人，阁有检举的奖金项呢？廖俊义，我一定爱回你。行，咱这来。无咯，所长，啊你毋是讲后日？后日但无啥是后日。我话若讲伤多吼，你也不介意听啦。啊，你若决定讲财产要分吼，你心头就了解哈。你还会记哦，咱的田园哦是拢天明甲翁仔某两个咧做呢。啊，咱的大孙啊已经遐尼大汉啦吼，你嘛应该爱。好呗，你讲啥啦？我是提醒你啦，老爷啊，你哦心头就了好知啦，唔通做到到时吼，互是非反弹吼，你就无价值啦。莫阁讲啦，好无？无你是甲当这三岁囡仔，也是老翻颠的啦。你明两日目睭金国库的有伫咧看啦，应该爱安怎做，我家己知啦，唔免你伫咧家婆啦。无啦，啊我是。好呗，出去啦。我唔说。顶一天倒转去，拍声就叫刑事抓去，你敢唔惊？你是要等于复习啊？就是安尼，我才来找大理谈，希望大理当替我安排。万一我若讲，保证到袂用。
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话，心痛一摆一摆。笑笑一句随缘啦，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来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雨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